好，大家早晨，online 嘅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哋嚟到啟示錄嘅第16章。分段咧會係第一節自己係一段啦，然後第二節係一段啦，第三節係一段啦，4到7係一段啦，8到9係一段啦，10到11係一段啦，12到16係一段啦，跟住就係17到最後。其實呢個分段就係除咗第一節之外，後邊就係按照每一碗咧嚟到去分段，咁一碗一碗落去，直到咧第7碗。我哋前邊都講過好多次嘅啟示錄嗰個嘅架構，所以今日呢一章咧主要就係集中講呢個嘅7碗。咁呢個7碗所代表嘅其實就係7樣嘅災難，而呢個災難我哋喺前邊嘅章節裏邊咧都睇得到。呢個嘅7碗，呢一個嘅7個災難咧係從神而發出嘅，傾倒喺地上。代表住咧神嗰個嘅大怒對地上嗰個嘅審判。咁我哋重溫少少嗰個嘅背景，咁我哋以至到咧我哋能夠睇得更加嘅清楚。喺第14章嗰度講到有2個嘅收割，屬神嘅莊稼16節，坐喺雲上嘅就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屬神嘅莊稼被收割。呢啲嘅屬神嘅莊稼被收割之後咧，葡萄亦都被收割。不過2個嘅結局好唔一樣，大家仲記得嘛？屬神嘅莊稼被收割之後，我分享過。咁呢啲莊稼通常就係被收入倉庫裏邊。葡萄被收割之後咧，佢係扔喺呢個神嗰個嘅大路嘅酒榨當中。20節。酒榨喺城外，有血從酒榨流出來，高到馬的嚼環，遠有600里。呢個係非常之恐怖嘅一件事。所以2種嘅收割咧都已經產生。神嘅莊稼被收割，葡萄被抌喺呢一個嘅大路嘅酒榨當中，跟住咧準備咧呢個嘅7碗咧就要傾倒喺天地之中。喺呢個嘅7碗傾倒之前，天上邊有一場極大嘅敬拜。得勝者企喺玻璃海嗰度唱摩西嘅歌，同埋咧呢一個羔羊嘅歌。所以呢個景象之下，跟住咧7碗就要傾倒喺呢個地上。我哋嘅問題係咩咧？就係究竟我哋係喺地上邊一批嘅人呢？我哋係屬神嘅莊稼被收割，然後喺天上企喺玻璃海上面唱出生命之歌嘅，定係我哋係嗰個葡萄被收割喺神嗰個憤怒嘅酒榨當中咧？呢兩者嗰個嘅結局係截然不同，分別係非常之大。今日我哋真係要好好咁樣去思考呢一個嘅問題。我哋有冇把握成為嗰個被收割嘅莊稼，係被神保護起嚟嘅咧？定係我哋到時候卻係要面對呢個憤怒嘅大災嘅一群呢？當然嗰個分別就係，究竟我哋所領受嘅係乜嘢嘅印記呢？我哋所領受嘅係地中獸、海中獸嘅印記、魔鬼嘅印記，定係我哋所領受嘅係羔羊聖靈嘅印記呢？嗱，呢個就係嗰個根本嘅分別。地中獸、海中獸嗰個嘅印記，其實就係世界嘅印記。今日我哋係屬邊個呢？我哋係屬世界定係屬羔羊呢？今日我哋身上邊帶住嘅係世界嘅印記、魔鬼嘅印記，定係聖靈嘅印記、羔羊嘅印記呢？呢兩者嗰個嘅經歷同埋最終嘅結局咧，係截然不同，180度全然相反。所以我哋要留心，我哋要問下自己，今日我哋身上邊到底係乜嘢印記喺我哋身上呢？我知道好多即係講解啟示錄嘅人咧，都會有一啲嘅猜測，就係呢一個666嘅印記究竟係乜嘢咧？係真係擺喺人身上邊嘅一個嘅晶片啦，定係紋身啦，定係乜嘢咧？咁我真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嘅預表。當然佢可以係一個嘅實際上嘅一個印記。但係其實呢個印記嘅要表達嘅意義就係，究竟我哋帶住乜嘢嘅樣式，我哋係屬於邊一個？所以今日呢個印記亦都可以係一個無形嘅印記，佢唔係一個真實嘅東西。
不過問題就係我哋究竟屬於邊一樣嘢？邊一樣嘢喺我哋嘅身上邊嗰個嘅印記嘅意思就係你一睇就知道嗰個，即係如果呢個印記喺某一個人身上，你一睇呢個人就知道佢係屬於邊個。就係咁明顯嘅，呢個就係印記嘅目的啊嘛！印記嘅目的就係讓你一睇見呢個印記，你就知道佢嘅歸屬權，佢係屬於邊個。咁今日我哋生命當中，我哋嘅印記又係乜嘢咧？人哋一見到我哋嘅生命，睇到嘅係我哋係屬羔羊啊，定係屬魔鬼、屬世界咧？其實呢個印記亦都反映出我哋嘅行為，所以嚟到已經係第16章啦，七碗將要被傾倒喺大地之上。我哋真係要好好咁問自己，究竟我哋身上邊carry 住嘅，即係我哋帶住嘅係乜嘢嘅印記咧？係邊個嘅印記咧？究竟我哋係行喺聖靈嘅裏邊呢，定係行喺鬼魔嘅裏邊呢？究竟我哋所活出嘅係天國嘅印記啊，定係世界嘅印記咧？我哋可能可以呃到身邊嘅人，甚至我哋可以自欺欺人，但係我哋呃唔到神。當審判嚟嘅日子嘅時候，屬世界嘅、有魔鬼印記嘅、有羔羊印記嘅，係完全不一樣，兩者係會被分別出嚟嘅。今日呢一章，我哋就要睇下，如果我哋冇羔羊嘅印記，當七碗嘅時候，究竟會發生咩事？我哋先嚟睇第一段第一節，即係16章1節。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向那7位天使說：你們去把聖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琴日15章已經講到啦，7位嘅天使從聖殿中出嚟，從神嘅同在當中出嚟。當佢哋出嚟嘅時候，聖殿裏邊充滿咗神嘅同在，充滿咗神嘅煙雲，神親自駕臨喺聖殿當中。喺呢個嘅神嘅極大嘅煙雲同埋同在當中嘅時候，冇人可以進入聖殿。琴日我都解釋過呢一句嘅意思，就係喺呢個時候咧，就算係祭司、大祭司都唔能夠進入聖殿，唔能夠為人代求，唔能夠咧擔負人嘅罪，唔能夠透過獻祭嚟到去遮蓋人嘅罪。神想起地上嘅罪，佢出嚟要施行審判。喺呢個時候，神嘅大怒要傾倒喺人間。喺呢個大怒傾倒嘅時候，呢個嘅怒氣當中不摻雜任何嘅東西，任何嘅憐憫恩典喺呢個時候都暫停，唔能夠摻雜喺呢一個嘅大怒嘅當中。然後就喺呢個情況之下，7天使終於行動啦。佢哋從殿裏邊出嚟，向住嗰個嘅7個天使就講：佢話你哋去將聖神大怒嘅七碗倒在地上。呢個大怒嘅七碗將要倒喺地上邊，唔係倒喺天上邊，係倒喺地上邊。所以呢七碗呢七災係針對地上嘅，唔係針對天上嘅。好啦，咁7位天使咧就出嚟啦。我哋睇第二節。有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第一碗傾倒，但係咧呢度讓我哋睇得好清楚咁睇到一個嘅圖畫，就係呢七碗所擊打嘅對象係咩咧？呢七碗所擊打嘅對象係地上嘅人，特別係拜獸同埋有拜獸像同埋有獸印記嘅呢啲人嘅身上，因為神嘅莊稼已經被收割，所以地上跟隨獸嘅人，佢要承受呢七災。呢七災係神對呢個獸嘅國度對獸嗰個嘅擊打，呢個嘅擊打係非常之沉重、非常之大。所以第一碗一傾倒落嚟嘅時候，呢啲嘅有獸嘅印記、拜獸像嘅人咧，佢就有惡而且毒嘅瘡咧生喺佢哋嘅身上。當然你發現咧呢度冇提到屬神嘅人，即係話呢個嘅攻擊咧冇臨到咧屬神嘅人。呢個攻擊係針對嗰啲嘅拜獸像同埋有獸印記。呢個對我哋今日亦係一個極大嘅提醒，就係頭先我哋開始嘅時候，我引言裏邊所講嘅。究竟我哋身上帶住嘅係乜嘢嘅印記咧？
如果我哋身上邊所有嘅係鬼魔嘅印記、世界嘅印記，我哋就要面對呢七碗。起初獸嘅印記出現嘅時候，其實地上嘅人會覺得非常之點樣講咧？起初呢個獸嘅印記出嚟嘅時候，即係獸德國佢有權柄喺地上任意而行嘅時候，你會覺得即係地上嘅人可能就會覺得領受呢個印真係好啊，因為咧一有呢個印咧，我就可以自由咁作買賣而且咧見到呢個嘅獸咧，哇滿有能力，非常之吸引所以咧趨之若鶩咁樣咧嚟到去領受呢一個嘅印讓自己咧屬於呢個獸嘅國度嘅一份子。但係當七碗傾倒落嚟嘅時候，你就發現帶住呢一個獸嘅印記咧，原來要承受極大嘅痛苦，而且呢個只係第一災。所以弟兄姊妹，原來呢個就係靈界裏邊嘅法則，呢個就係魔鬼嘅角度同神嘅角度嗰個截然相反嘅地方。我哋跟隨魔鬼嘅角度，我哋跟隨世界嘅時候，佢會俾你起初有短暫嘅成功與快樂，但係後邊你卻係咧要永久咁承受嗰個嘅痛苦。神嘅國恰恰相反，起初嘅時候你會經歷困難，你會經歷咧艱難，但係呢個艱難過後咧，佢係一個長遠永恆嘅福樂同埋回報。所以究竟你揀你嘅人生係邊一種咧？你要先甜後苦，定係先苦後甜咧？神嘅國係先苦而後甜嘅，而且甜係到永遠嘅。獸嘅國係先甜而後苦嘅，苦係苦到永遠。兩個完全不一樣嘅選擇，你究竟行喺邊一個嘅當中咧？第一碗傾到啦，拜獸像有獸印記嘅，佢哋就經歷有惡瘡呢個嘅瘡咧，惡而且毒嘅瘡生喺呢啲人身上。呢啲瘡好似有眼咁樣，專揀呢啲咧有獸印記嘅人咧嚟到去生。當然當我哋讀到呢一個嘅瘡嘅時候咧，我哋好快就會聯想起咧當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埃及嘅人亦都有呢個瘡災嘅擊打。所以你發現咧呢一個情景咧好似。所以寫啟示錄嘅人或者讀啟示錄嘅人當時嘅主要讀啟示錄嘅人咧當時嘅信徒好大部分咧其實係以色列人。當佢一讀到呢個第一碗嘅時候，佢一定會聯想到咧出埃及時候嗰個嘅景象。出埃及嘅意義係乜嘢咧？其實出埃及嘅意義就係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前嗰十災，就係神遍行埃及地，擊打埃及一切嘅偶像嘅權勢。所以呢個瘡災其實係對靈界嘅一個嘅審判，一個嘅宣判。呢個瘡獨係喺呢啲嘅拜獸像同埋咧有獸印記嘅人身上咧嚟到去產生，就係對呢一啲嘅世界嘅一個嘅擊打，對呢個黑暗權勢嘅一個嘅擊打。呢個嘅擊打落嚟嘅時候，其實目的係要讓人睇見呢啲偶像嘅權勢係唔可靠嘅，呢啲偶像嘅權勢係唔可以救人嘅。呢啲偶像嘅權勢帶嚟嘅其實係痛苦，呢個瘡係惡而且毒嘅瘡，係非常之難受嘅。世界有一日會面對咁樣嘅審判，世界嘅權勢會咁樣去被擊打，但係人喺呢個嘅擊打當中有冇醒過嚟咧？呢個就係我哋值得我哋去思想。今日你見到世界開始喺個震動嘅當中，你嘅心有冇醒過嚟咧？今日你見到呢個世界喺呢個嘅震盪當中，其實今日呢個世界，我唔知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其實呢個世界睇落係越嚟越虛幻。點解越嚟越虛幻呢？即係今日我哋所睇重嘅有價值嘅東西，其實原來隨時可以咧頃刻之間改變消失。股票如此，即係佢可以好短時間之內就蒸發。究竟我哋今日所捉住嘅係啲乜嘢咧？財富亦都可以隨時蒸發嘅。
早幾日應該話早一輪啦，我都發現啦，新聞上邊都有講嚇，即係有啲嘅香港嘅一啲嘅商鋪嘅物業啦，竟然係以佢嗰個嘅開出嚟嘅價錢嘅10%、30%或者50%成交。新聞有賣出嚟嚇，有啲嘅商場嘅鋪位嗰個嘅出售價讓嗰個原先買落嚟嗰個業主咧損失95%嘅金錢。發生緊咩事咧？呢個世界好似越嚟越虛幻咁樣，但係我哋係咪仍然捉緊呢個嘅世界？見到咁樣嘅震動，我哋仍然無動於衷。見到呢啲咁樣嘅震動，我哋仍然未曾知道神嘅國已經要臨到，審判大地已經要面臨審判。我哋係咪快快回轉呢？呢個就係值得我哋去思想。呢個係第一碗，我哋再睇第3節。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裏，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二位天使咧，將碗倒喺海裏邊，所以呢一碗咧係針對海嘅，呢一碗咧唔係針對地嘅。呢7碗裏邊咧，有啲倒喺地上，有啲就倒喺海上。呢一碗第二碗咧就係倒喺海上面。海其實喺聖經裏邊好多時候就代表狂傲，代表敵擋。海裏邊咧有呢一個嘅海怪利維坦，佢就係驕傲嘅水族，甚至咧自比天高咁樣。但係咧當呢一碗咧傾倒喺海裏邊嘅時候，海變成血，好似死人血，海中嘅活物都死了。海裏邊嘅活物都死了，可能都包括呢個嘅海怪利維坦。所以其實呢個驕傲嘅權勢咧被擊打。我發現呢7碗咧其實都係針對一啲嘅權勢，針對一啲咧屬靈嘅現象或者係世人嘅心態，驕傲被徹底嘅擊打，人再驕傲唔起啦。有一日人係會再驕傲唔起，我哋賴以為有能力嘅東西都會咧完全嘅消失殆盡，人再驕傲唔起。喺你嘅生命當中係咪咁樣樣咧？會唔會有一日其實神都喺度擊打你嘅生命，以至到你嘅生命當中再驕傲唔起咧？但係當你冇辦法再驕傲嘅時候，你選擇嘅係乜嘢嘅路咧？你仍然去敵擋神，行自己要行嘅路，行世界嘅路，定係快快嘅悔改，行羔羊嘅路，領受羔羊嘅印記咧？呢個就係一個根本上嘅嗰個嘅分野。第4節到第7節，第3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與眾水的泉源裏，水就變成血了。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的聖者啊，你這判斷是公義的。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所該受的。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斷義哉誠哉。第3位天使將碗咧倒喺江河同埋眾水嘅泉源。第一碗咧倒喺邊度？第一碗係倒喺地上，第二碗倒喺海上，第3碗倒喺呢一個嘅江河同埋眾水嘅泉源裏邊。江河同埋眾水嘅泉源，呢個嘅碗一倒落去之後，都變成血，好似海一樣。然後掌管眾水嘅天使就有段嘅宣告，佢話：昔在今在嘅全能者啊，你咁樣嘅判斷係公義嘅。因為佢哋曾經流聖徒嘅血同先知嘅血，而家你俾佢哋飲血呢個係佢哋所應受嘅，即係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佢哋曾經咁樣去對聖徒同埋眾先知，如今你讓相同嘅事情咧臨到佢哋嘅身上，所以神你嘅判斷係公義嘅。佢哋今日所受嘅一切咧係佢哋應受嘅。咁樣講好似唔係幾好咁樣，但係我又覺得呢個表達可能係比較到肉嘅。其實呢個宣告等於講呢啲嘅人咧抵死，係咪啊？佢哋所受嘅係應當，
神你咁樣去判斷，讓佢哋自作自受係應該嘅，係公義嘅。所以原來第三碗傾倒嘅時候，呢會有一種自作自受嘅一個嘅感覺出現。你點樣去逼迫神嘅聖徒？你點樣去任意妄為？呢一樣嘢咧，報翻喺你自己身上。佢哋曾經流聖徒同先知嘅血，所以而家你俾佢哋飲血，係佢哋所該受嘅，係佢哋應該嘅。我又聽見咧，祭壇中有聲音説：主神全能者啊，你嘅判斷義哉誠哉。仲記唔記得我哋前邊嘅章節裏邊咧都有讀過？當神揭開呢一個七印嘅時候，祭壇裏邊有聲音，呢啲嘅祭壇中嘅聲音就係嗰啲嘅殉道者，佢哋不斷嘅嚟到去呼喊：你唔為我哋伸冤，伸呢個流血嘅冤，要到幾時咧？你唔審判，要到幾時咧？原來喺呢個七碗傾倒嘅時候咧，神嘅審判嚟到。所以呢啲祭壇下邊嘅殉道者嘅聲音就發出：主神全能者啊，你嘅判斷係義哉誠哉。佢哋終於被伸冤啦！佢哋睇見地上嘅人呢啲任意妄為殺害呢啲嘅殉道者嘅人佢哋自作自受嘅時候咧呢啲嘅殉道者就話：你嘅判斷咧義哉誠哉公義咧歸於神。但係點解呢個碗係倒喺呢個江河同埋眾水之上咧？如同當年嘅出埃及嘅時候，摩西讓呢一個嘅尼羅河嘅河水咧變成血一樣。江河同眾水係咩？眾水嘅泉源係咩意思咧？其實人類嘅文化同呢啲嘅江河同呢啲嘅水源咧係不可分開嘅。人類最早嘅文化其實就喺呢啲嘅河流嘅流域裏邊產生。譬如呢個幼發拉底大河孕育咗呢個米索不達米嘅文明。中國黃河長江河套文明。呢啲嘅人類嘅文明起源地咧，其實都係河流。所以河流同呢個文化同呢一個嘅文明咧係結合為一齊嘅。所以埃及人會拜呢個嘅尼羅河，亦有人咧去拜唔同嘅河，認為咧呢啲嘅河咧就係國之母、生之母、生命之源，亦係文化起源嘅搖籃。所以呢啲嘅河可以代表嘅就係人嘅文化嘅起源。當神用第三碗嚟到擊打呢啲嘅江河同眾水嘅泉源嘅時候，其實就係擊打緊唔屬神嘅文化。呢啲嘅文化本來咧起嚟嘅時候咧，成為世界嘅文化。呢啲嘅世界嘅文化咧敵擋神，甚至咧逼迫聖徒逼迫呢啲嘅眾先知等等。今日世界嘅文化係咪喺度逼迫緊我哋嘅信仰咧？可能某程度都有。但係當第三碗傾倒喺呢個江河同眾水嘅泉源嘅時候，佢哋會自作自受。其實你睇下我哋今日嘅我哋嘅文化當中，好多嘢咧都係我哋自作自受。曾經即係美國一個好有名嘅一個嘅爭論有啲人就話上帝已經唔存在啦。你睇下而家即係國家嘅情況各樣嘢。咪有個好有智慧嘅回答，就係今日你見到自由主義泛濫，今日你見到即係教育咧徹底嘅崩潰，淨係講呢一個嘅婚前性行為。美國過度發達、過度自由嘅國家，竟然喺小學裏邊可以有避孕套自動販賣機。因為佢哋已經冇辦法阻止或者係教育咧孩子咧唔好喺婚前進行性行為，但係又怕佢哋出事，所以從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呢個嘅避孕套嘅自動販賣機，希望佢哋即係就算係發生咗性行為，但係咧唔好過早懷孕。當人問嘅時候，好有智慧嘅回答就係呢個係美國自己選擇嘅道路，因為佢哋將聖經從教科書、從學校嘅課程裏邊拎走，然後將呢啲販賣機擺喺學校裏邊。究竟係上帝離棄咗我哋，
定係我哋離棄咗上帝呢？今日我哋所承受嘅結果，其實係自作自受。今日我哋嘅文化，今日我哋認為啱嘅事情，其實將我哋推到一個咧不可回頭嘅境地。我哋要自由，但係我哋過度嘅崇尚自由，以致到咧我哋失控，因為自由挑戰所有嘅制度。自由係好啊，但係過度咗嘅自由係咪真係好呢？到最後我哋承受我哋自己嗰個嘅惡果。第三碗擊打江河眾水嘅泉源。我哋睇第8節。第4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並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第4位天使將碗咧倒喺日頭之上，所以睇下我哋第4碗前面嘅碗咧倒喺地上，倒喺海上，倒喺呢個江河眾水泉。而家倒喺日頭之上，倒喺太陽上邊。呢個嘅碗一傾倒落去嘅時候咧，人咧就被太陽嘅大熱咧所烤，即係非常之辛苦。其實第4碗所擊打嘅就係太陽神。當時好多人咧係拜太陽神嘅，而太陽神亦係羅馬嘅主神。羅馬人咧係主要係拜呢個太陽神。呢個亦都係代表佢哋嗰個嘅驕傲嘅一個嘅權勢。太陽神被擊打，當呢個嘅太陽神背後嘅權勢被擊打嘅時候，人因為辛苦被日頭所烤，其實即係裏邊咧冇嗰個嘅平靜安穩安寧。你試過咁樣去即係俾太陽咁樣烤嘅時候，即係好似熱鍋上邊嘅螞蟻一樣，失去咗方向，騰嚟騰去，根本唔知自己做乜，喺度咧不停咁樣亂走亂行。喺呢個嘅人，其實即係好似嗰啲人咧失去晒方向、失去晒目標一樣，就喺度咧不停咁樣去亂走亂搞。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又灼熱難當，佢哋咧反而去褻瀆有權並掌管呢啲災嘅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喺一個咁樣完全冇方向，心裏邊冇平安，即係又浮躁嘅咁樣嘅時候，佢哋仍然唔悔改。但只會今日，我哋其實係咪已經失去咗人生嘅方向咧？今日其實成個世界都好似熱鍋上邊嘅螞蟻一樣，根本我哋安頓唔到落嚟。大家心裏邊咧都有嗰種好浮躁不安、乾渴嗰種嘅感覺，但係我哋唔去悔改尋求神。人飢餓非因無餅，人口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日頭被擊打，第4碗傾倒喺日頭之上，人心惶惶，人不得安定。但係人仍然唔歸向神，甚至反而更加口出褻瀆神嘅説話。呢個係第4碗。第5碗，第10節。第5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角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就褻瀆天上的神，並不悔改所行的。第5碗同第4碗最大嘅相同之處就係人不悔改。但係兩次都提到人不悔改，我哋就睇見原來7碗嘅心意本來係叫人悔改，可惜人繼續心硬。呢個就係人末後嗰個嘅光景。今日你嘅心係咪已經逐漸變得心硬呢？今日神嘅道係咪好難進入你嘅心裏邊呢？即使我哋講過無數次，鼓勵大家要同神有更深嘅連結，我哋盡可能實體崇拜，但係我哋嘅心越嚟越硬。我哋繼續行我哋認為舒適嘅道路，我哋要嘅係同普世嘅人一樣，
可以自由做買賣。不知不覺，獸嘅印記已經喺我哋嘅身上。我哋要小心，我哋要悔改。第五位嘅天使將碗倒喺獸嘅座位上邊。今次所針對嘅就係獸嘅國，所以獸嘅國就黑暗。同獸有關聯嘅人，佢哋都疼痛到要咬自己嘅舌頭，非常嘅痛苦。因為所受嘅痛苦同埋所生嘅瘡，就褻瀆天上嘅神，並不悔改。所以你見到世界越嚟越沉淪啊！但係人有冇清醒呢？我哋見到呢個世界越嚟越沉淪嘅時候，我哋係咪快快嘅悔改呢？今日嘅世界係咪越嚟越腐敗呢？今日嘅道德標準越嚟越低落。今日人越嚟越自私，今日人越嚟越只講享樂。我哋唔願意付出，我哋只想收穫。越嚟越自我中心，越嚟越享樂主義，越嚟越自由主義。不法嘅事情日益增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呢個就係末後嘅光景。聖經話俾我哋聽，喺末後嘅日子，人要愛宴樂，不愛神。今日我哋係咪愛宴樂，不愛神啊？今日我哋只顧自己嘅享受，最緊要我開心，最緊要我舒服。但係我哋越嚟越不能、不願意為神嘅國付代價，為信仰付代價。其實任何付代價嘅嘢，我哋都唔想。我哋只想享樂。做嘢咁辛苦，旅行啦，嘆下啦；讀書咁辛苦，打機啦；返崇拜要早起咁辛苦，睇直播啦。睇直播最好噶啦，仲要唔好即時睇，因為即時睇冇得要快播啊嘛。之後睇翻係2倍速，如果有4倍速就仲好，係咪？半個鐘頭講到5分鐘聽完，咁啊好啦，大把時間做自己享受做嘅事。咁我哋所活嘅究竟係一個乜嘢嘅世代咧？第五碗傾到喺獸嘅國裏邊，獸國嘅人被擊打痛苦。第六碗12節，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幼發拉底大河上，河水就乾了，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道路。我又看見有3個污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裏，叫他們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看啊，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那3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做赫米加多頓。第6位天使第6碗將佢嘅碗傾倒落嚟，針對嘅係幼發拉底嘅大河之上。幼發拉底大河其實就係人類最早嘅文明開始嘅地方啊，就係世界嘅代表。喺呢個幼發拉底大河裏邊咧所產生嘅其實就係呢一個巴別塔嘅文明就喺呢度開始，吾爾嘅文明喺呢度開始。巴比倫喺呢個地方咧被建立起嚟，所以佢所代表嘅就係世界嘅權勢世界嘅敵擋神嘅權勢，特別係敵擋神嘅呢個部分。但係咧，當呢一個嘅碗咧傾到喺呢個大河之上嘅時候，水就乾涸啦，水就乾咗，要俾從日出之地所嚟嘅眾王預備道路，因為其實呢個幼發拉底大河亦都係咧巴比倫城所建造嘅地方。巴比倫建造喺呢個地方，亦都係利用呢一個嘅幼發拉底大河咧，成為佢嘅天然屏障。所以你要攻擊佢嘅時候，你首先要過河過河咧係難度係增加嘅如果喺軍事上邊呢個天然屏障咧，其實係好重要但係幼發拉底河乾咗，呢個屏障失去。呢個屏障一失去，目的係咩咧？要為日出之地嚟嘅眾王預備道路。呢個日出之地將有眾王興起，
呢一個嘅幼發拉底嘅文明，巴比倫嘅大城會失去佢嘅保護，眾王要嚟同獸嘅國爭戰。道路神預備好啦，呢個河乾涸啦，要讓呢個眾王可以渡河嚟到去攻擊獸嘅國度。世界自以為厲害嘅保障咧，將要失去。但係喺呢個時候咧，獸嘅國又唔係即係坐以待斃嘅喎，所以就有第13節啦。3個污穢嘅靈，好像呢個嘅青蛙咧，從龍口、獸口、假先知嘅口中出嚟。佢哋本為係呢個鬼魔嘅靈，施行奇事，所以佢哋要出去到普天下眾王嗰度，叫佢哋在全能者的大日裏邊聚集爭戰。所以你見到咧，當呢個第6碗傾倒嘅時候咧，光明同黑暗咧，最後嘅對決咧，亦都又再次嘅喺地上出現。今次喺地上所以咧，日出之地嘅眾王咧，要嚟攻打獸嘅國度。因此咧，大河都乾涸，為佢哋預備道路。不過魔鬼嗰邊假嘅三位一體就派出呢一個嘅青蛙嘅靈。青蛙嘅靈就係污穢嘅靈，就係能夠講誇大説話、迷惑人嘅呢一個嘅邪靈。佢出嚟就要迷惑普天下眾王，普天下眾王叫佢哋聚集喺呢個全能者嘅大日裏邊聚集爭戰。佢哋要嚟爭戰嘅攻擊嘅目標就係羔羊，所以將會有一個咁樣嘅末日嘅決戰喺裏邊。日出之地嘅眾王要嚟攻打獸嘅國度，鬼魔嘅呢一個嘅所迷惑嘅普天下嘅眾王咧，要嚟攻打羔羊。兩邊咧，兩軍咧要嚟到去對壘。甚至看啊，我來像賊一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嘅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3個鬼魔就叫眾王聚集喺一處，希伯來話叫哈米加多頓。哈米加多頓其實意思就係一個戰場。聲音即係希伯來文嘅聲音就好似咧因為以色列有個地方叫做米吉多所以咧米吉多呢個地方咧其實就係自古以嚟一個最理想嘅戰場。所以呢個意思即係話咧，佢哋要聚集爭戰喺戰場上邊咧，展開一個前所未有嘅一個嘅爭戰。呢個爭戰裏邊咧就係日出之地嘅眾王對呢個普天下嘅眾王。大家咧要嚟到去攻擊。咁我哋究竟係企喺邊一方咧？呢個就係第6碗要傾到嘅時候。第6碗未完㗎嚇。我哋再讀落去，去到第19章嘅時候，我哋就會見到第6碗嗰個嘅結局係乜嘢。跟住就係第7碗17節到21節。第7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中出來，說成了。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那大城裂為3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勝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重約1他連得。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第7位嘅天使將碗倒喺空中，所以你見到呢7碗咧，無論係地、海、河、空都受到影響。空中領受咗呢7碗之後，聲音就發出就係話成了。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而且呢個地震咧係有人類歷史以嚟咧從來冇出現過咁厲害嘅地震。大城巴比倫都裂為3段。神自己咧懲罰呢個大城巴比倫。大城巴比倫就係代表極驕傲嘅權勢，一切經濟名譽地位金錢同獸嘅角度聯盟嘅一個咁樣嘅權勢。但係咧佢嘅審判嚟到啦。呢個咁偉大，人認為無敵嘅大城被摧毀，斷為3段，因為神烈怒嘅酒杯咧遞咗俾佢，冇一樣嘢可以咧逃得過呢一次嘅審判。海島都逃避，眾山也不見了。眾山其實亦都係代表敵對神嘅權勢。呢啲嘅權勢全部瓦解，全部消失。而且咧，天上邊咧有呢個嘅大嘅冰雹咧落喺人嘅身上，重1他連得。哇！重1他連得即係90斤。
即係乜都打得死嘅啫。所以呢個係一個極大嘅災害。當然呢個可能亦都係一個嘅象徵嘅描寫。總之就係有極大嘅災害。呢個極大嘅災害臨到嘅時候咧，巴比倫呢一個最驕傲嘅權勢咧，都完全嘅將要被摧毀。神嗰個審判臨到，所以呢七碗俾我哋睇見嘅就係人一切自以為自恃嘅一切嘅驕傲手段甚至係獸嘅國度等等，喺呢七災當中全然嘅都要被擊打。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企喺一個乜嘢嘅位置呢？我哋係預備好與神同工，定係我哋將要承受上帝怒火嘅一群呢？求主幫助我哋喺呢啲嘅擊打當中嘅時候，我哋唔好再頑梗，我哋要快快嘅悔改，快快嘅回轉，成為羔羊陣線嘅嗰一邊。阿們。好，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讚美敬拜我哋嘅神。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直到戰爭完畢，真理獲得大勝利。我主會帶你經過，我的親愛弟兄，當世界被分，你需要耶穌做你的救主，要頒獎你恩寵，在萬古磐石中，在萬古磐石中把你恩寵。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直到戰爭完畢，真理獲得大勝利。我主會帶你經過，我的親愛弟兄，當世界被分，你需要耶穌做你的救主，要將你恩寵，在萬古磐石中，在萬古磐石中把你恩寵。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耶穌是一位奇妙救主，他會帶你經過，直到戰爭完畢，真理獲得大勝利。我主會帶你經過，我的親愛弟兄，當世界被分，你需要耶穌做你的救主，要將你恩寵，在萬古磐石中，在萬古磐石中把你恩寵。我的親愛
今日我哋有冇謙卑自己，好似詩歌一樣？我哋要靠住耶穌，隱藏喺佢嘅裏邊，住喺佢嘅裏邊，讓我哋選擇一條合適嘅道路，係跟隨神，至死忠心，靠住我哋嘅主得勝嘅道路。你要住在我裡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難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懼怕前進，我必要伸手幫助你，但不要害怕，我必牽住你的手，你要住在我裡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難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懼怕前進，我必要伸手幫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牽住你的手，你在幕府中，我已聽命掌聲，那力氣屬於我的，屬於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為寶貝，記為珍貴的兒女，我是愛你的神，你的耶和華。你要住在我裡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難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懼怕前進，我必要伸手幫助你，不要害怕，我必牽住你的手，你在幕府中，我已聽命掌聲，那力氣屬於我的，屬於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為寶貝，記為珍貴的兒女，我是愛你的神，你的耶和華，你在幕府中，我已聽命揀選那力氣屬於我的，屬於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為寶貝，記為珍貴的兒女，我是愛你的神，你的耶和華，我要把你記為珍貴的兒女，我是愛你的神，你的耶和華，我要把你看為寶貝，記為珍貴的兒女，我是愛你的神，你的耶和華。主，我哋嚟到你嘅面前，主，我哋感恩讚美你，因為你俾我哋已經認識你，主，你俾我哋已經聽見你自己嘅話語，主，願你真係再一次嘅嚟俾我哋有一份感恩嘅心，寶貴我哋有神兒女名分嘅呢一個嘅身份。主啊，願你今天嘅早上再一次用你嘅聖靈嚟充滿我哋，你嚟幫助我哋，提醒我哋，好讓我哋嘅心轉回歸向你，好讓我哋每一個確實嘅捉緊，主啊，我哋每一個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心、我哋嘅全人都係歸屬於你。
主啊，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們。弟兄姊妹清楚喺今日啟示錄16章嘅裏邊，神嘅憤怒傾倒喺呢一個嘅世界，神嘅七碗，神嘅審判臨着喺呢個嘅地上。但係我哋睇見第9節，佢講到當呢一個嘅第4碗傾倒嘅時候，人嘅反應係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11節，當第5碗傾倒嘅時候，人又因所受嘅疼痛和生嘅瘡，就褻瀆天上的神，並不悔改所行的。第21節，當第7碗傾倒落嚟嘅時候，每一個人為呢一個神所降落嚟嘅災極大，人就褻瀆神。原來當神嘅憤怒、神嘅審判傾倒嘅時候，人嘅心係仍然咁剛硬，人嘅心仍然係咁樣執迷不悔嘅，唔係立刻嘅悔改，唔係立刻嘅嚟到去尋求神，反倒佢哋竟然繼續嘅嚟褻瀆天上嘅神，繼續嘅仍然行喺佢哋嘅惡嘅裏邊。原來我哋嘅人就係咁樣嘅軟弱、心硬、蒙蔽。好唔好呢一刻咧？我哋都先嚟到神嘅面前，我哋都向神嚟承認，係啊，其實我哋就係咁樣。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已經每個禮拜聽好多嘅信息，睇好多嘅聖經，信主好多年，但係其實原來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可能患難一嚟到，衝擊一嚟到嘅時候，我哋嘅心嘅裏邊就係埋怨神，我哋心嘅裏邊就係懷疑神、敵擋神。我哋唔係即刻就把握住神啦，我要悔改啊！神啊，你嚟幫我啊！其實我哋都係喺呢一個咁樣嘅軟弱嘅裏邊，好唔好？我哋就先謙卑嘅嚟到神嘅面前，同神嚟到去認罪，承認我哋唔真知道神，承認我哋其實唔真認識神。我哋聽係聽，但係其實我哋心嘅裏邊卻係仍然不信、懷疑。我哋仍然唔懂得馬上嘅回轉悔改。我哋就喺今天嘅早上，先嚟到神嘅面前，求神嚟幫助我哋，求神嚟赦免我哋，為住我哋嘅心硬，為住我哋嘅不信，神係求你嚟赦免我哋。甚至喺我哋心嘅裏邊，我哋會褻瀆神、懷疑神、挑戰神，為住我哋呢一份，我哋嚟向神認罪。主啊，求你再一次嘅將一個柔軟嘅心放喺我哋嘅裏邊。主啊，俾我哋見到我哋人嗰個渺小。主啊，俾我哋見到神你嗰一份嘅真實，你嘅偉大。主啊，好讓我哋真係懂得面向你嘅時候，主啊，我哋點樣嚟敬畏你？主啊，求你真係將一個知罪悔改嘅心，主啊，你嚟放喺我哋裏邊。聖靈，我求你今日要成為嗰個大錘一樣，主啊，你嚟敲醒我哋，好讓我哋唔係喺呢一個嘅憤怒嘅裏邊，主啊，我哋係落入審判。主啊，你嚟幫助我哋，主啊，你讓我哋唔好自以為是，主啊，唔好以為我哋已經得着啦。主啊，你嚟幫助我哋，聖靈啊，求你再嚟引導我哋，好讓我哋要行喺你嘅心意嘅裏邊，好讓我哋能夠蓋上真係屬神嘅嗰個嘅人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主啊，你嚟幫助我哋，願你聖靈呢一刻繼續嘅嚟光照、
繼續嚟提醒我哋。今日啟示錄16章，天使將7個碗傾倒在地上，好急速咁樣傾倒在地上，海陸空都受災。今日讓我哋嚟到思想我哋自己，末世真係神透過牧師發放啟示錄嘅信息，末世真係好近。我哋今日亦都睇到7碗嘅傾倒係何等嘅激烈而澎湃，但我哋嘅心有冇好似今日牧師所分享嘅？我哋有好多嘅，仍然有好多嘅驕傲，嗰種特別係我哋喺香港好多嘅嗰種追求精英嘅主義，盼望你嘅下一代追求嗰種嘅名校，出類拔萃，或者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我哋好想好多嘅安舒，因為我哋工作覺得我哋工作好辛苦，我哋好長時間，我哋放假，我哋需要更多嘅安舒，甚至去到一個地步，我哋係以自己嘅時間行先，而唔係嚟到朝見神嘅時間為我哋嘅為先。或者我哋入邊喺我哋嘅不斷喺世界嘅浸泡當中，我哋好多好崇尚自己、自由、自我，好多嘅以自己行先最緊要。求主嚟到幫助我哋，求聖靈開啟我哋。今日我哋有邊方面係需要倒空，需要被真係耶穌嘅寶血嚟到潔淨我哋，讓我哋嘅生命再次被調教、歸正、更新，讓我哋咧繼續咧可以真係堅定嘅跟隨神嘅道路當中咧，印有天國嘅印記，而唔係世界嘅印記、屬獸嘅印記。好唔好？呢一刻讓我哋弟兄姊妹求聖靈嚟到光照我哋，光照我哋咧有啲咩生命當中需要被倒空、被潔淨嘅，為自己嚟到禱告，求神嚟到幫助我哋。主啊，我哋嚟到你嘅跟前，我哋嘅認知上，我哋知道，正如牧師所講，世界好多嘅事情都係變幻莫測，好多嘅虛幻，我哋知道，但我哋卻無動於衷，甚至我哋嗰種嘅自我嘅私慾係凌駕我哋一切跟隨神嘅心志。我哋只渴望嗰種先甜後苦，我哋睇唔到嗰種先苦後甜，甜到永遠嘅盼望。主啊，我哋無能為力，我哋臣服喺世界獸嘅印記嘅當中。主啊，求你嚟到幫助我哋，興起我哋。主啊，我哋要倒空我哋生命當中一切嘅自我，一切嘅自以為是，好多嘅我哋自我自由嘅
嘅諗法，一切喺我哋行事為人當中嗰種自我所帶嚟嘅驕傲、與眾不同嘅感覺，主要求你嚟到幫助我哋，除去呢一切唔屬神、唔聖潔嘅喺我哋生命當中都除去。主求你幫助我哋，真係倒空自己，潔淨一切，讓我哋單單嘅定睛仰望你，認清你係嗰位帶領我哋一生、帶領我哋往天國道路嘅主。主求你幫助我哋，主我哋知道我哋一切嘅好處都不在你以外。神啊，求你大大嘅今日就嚟到轉化我哋嘅心，讓我哋咧真係心意更新，我哋嘅生命咧得着全然嘅轉化。主我哋多謝你 Amen。今日咧喺呢一章嘅裏邊，面對末日嘅審判，神好想咧我哋咧都要起嚟，並且咧要付代價嚟到去跟隨。好唔好咧？最後咧，我哋咧都為住新約咧嚟禱告。其實咧，今個禮拜日開始咧，我哋新場地 at New Place 咧就要開始正式啟用啦。飛魚崇拜咧，第一次嘅飛魚崇拜咧要開始。聽聞咧呢個舞堂浩浩蕩蕩要帶住100人咧嚟到當中，嚟到去咧開始呢一個嘅崇拜。而下個禮拜咧，豐年崇拜啦，下個禮拜咧，而家 Wonderful 嘅職稱大專嘅崇拜又開始啦。其實咧，神叫我哋付代價。係要做咩呢？就係咧要為失喪嘅靈魂禱告，要帶更多未信嘅要歸入神嘅家嘅裏邊，為嘅就係咧要更多嘅人歸到喺神嘅國度嘅裏邊，好唔好咧？最後我哋就唔單單為自己嘅生命嚟祈禱，我哋都一齊舉手嚟禱告，好唔好啊？其實咧要開始一次過3個新嘅崇拜係好唔容易噶，但係咧我哋知道咧神嘅恩典夠我哋用，我哋亦都知道咧呢一個係神嘅心意，係要為着咧真係更多嘅人。同樣嘅要領受進到神嘅國，要得着咧神嘅印記，好唔好？我哋就嚟到開聲禱告啊！求神嚟使用新銳，縱然呢一刻好似我哋好微小噶，縱然好似我哋同工都唔係好多，但我哋就嚟祈禱啊！求神嚟使用我哋嚟到去開聲。主啊，當我哋見到呢一啲嘅審判一定必然要發生嘅時候，神啊，求你嚟使用我哋每一個嘅弟兄姊妹。主啊，真係救得一個就一個啊！主啊，真係讓人嚟到去見到神你嘅真實。主啊，開聲嚟到去禱告，求神真係將嗰個能夠傳福音嘅火點燃喺我哋教會嘅當中，興起我哋弟兄姊妹，要讓咧真係新銳要成為一個咧好似咧挪亞方舟一樣嘅，要讓咧真係更多嘅人要湧進呢個方舟嘅裏邊，得着救恩，得着嗰一份嘅盼望，喺末世嘅呢啲嘅審判嘅裏邊，佢哋不致滅亡，要得着從神而嚟嗰份嘅保障。開聲嚟到去禱告，為住我哋能夠點樣嚟到去投入呢啲嘅服侍嚟到去禱告，為住整個嘅教會點樣能夠跟上聖靈嘅帶領，跟上神嘅帶領嚟到去禱告。開聲為住我哋自己，為住整個嘅教會有住嗰份嘅合一，有住從神而嚟嘅力量嚟到去禱告。主啊，係啊，求你興起我哋。主啊，你當知道呢一啲嘅審判一定必然會發生嘅時候，主啊，你興起我哋每一個嘅弟兄姊妹，主啊，為你嚟到去努力嘅嚟傳福音，為你努力嘅嚟到去咧作工。主啊，求你親自嘅嚟幫助我哋。主啊，真係將咧真係咧得救嘅人數天天嘅加喺我哋嘅裏邊。主啊，你嚟親自幫助我哋，你嚟擴張我哋嘅境界。主啊，願你使用。主啊，當我哋有 at New Place 呢個新嘅場地嘅時候，就吸引更多嘅人嚟到你嘅殿中認識你，
主啊歸向你，相信你。主啊，願你親自嘅嚟幫助我哋，祝福我哋，將我哋所需嘅，無論係金錢，無論係人手，無論係才幹、恩賜，你都傾倒喺我哋嘅裏邊。主，我哋話我哋願意嚟回應你嘅呼召，主，我哋願意為你嚟到去擺上。主啊，願你就將呢一份嘅心，聖靈嘅火熱，主啊澆灌喺我哋嘅裏邊，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們。啟示錄16章15節，看啊，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見他羞恥的有福了。看啊，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見他羞恥的有福了。聖靈，你幫助我哋，讓我哋成為警醒嘅人。主啊，我哋唔要係喺患難當中仍然不悔改嘅人。主啊，你幫助我哋，讓我哋懂得看守我哋嘅衣服。主啊，讓我哋懂得喺聖潔裏邊追求你、跟隨你。主啊，我哋唔要跟隨呢個世界，我哋唔要領受魔鬼嘅印記，我哋要成為隨從羔羊嘅嗰144000。主啊，我哋要洗淨自己嘅衣服，除去世界嘅沾染，單單行你要我哋所走嘅路。主啊，你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至死忠心，堅守到底。因為我哋知道，我哋睇見你嘅七碗將要傾倒喺地海河空之中，獸嘅國度終會被擊打，一切都要革新。主啊，因為你係創造天地嘅主，你係救贖嘅主，你亦係更新天地嘅主。主啊，你讓我哋睇見，以致到我哋定義嘅嚟到去跟隨你，改變我哋嘅生命，讓我哋單單嘅屬於你。聖靈，你幫助我哋，祝福我哋每一個，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們。感謝主，我哋今朝嘅晨禱就到呢度，願主祝福大家。